各位，我係牧職神學院院長袁仲輝博士。我今日咧好想同大家介紹咧我一本嘅著作，叫做《耶和華作王：從正典鑑別學尋索詩篇嘅神學主題》。呢本書咧係我喺神學院進修神學碩士嘅時候嘅論文。我咧好中意讀聖經，讀詩篇嘅時候咧，我成日有一個問題，就係詩篇嘅次序咧有冇意義嘅咧？我知道咧詩篇咧好多時大家讀嘅時候咧，詩篇每一篇咧都係一個禱文，或者咧一個咧向神祈禱嘅心聲。呢個方法咧的確係可以令到我哋讀詩篇咧有好多體會同得着。但係我哋咧從聖經學者提我哋有證據咧，有理由相信咧詩篇150篇咧似乎有編輯嘅痕跡，而呢個痕跡咧係指向一個嘅中心。我呢本書咧就希望同大家探討呢個中心咧，有機會咧就係耶和華作王。所以當詩篇從第一篇到150篇咧，當我哋慢慢嘅細讀，逐篇逐篇嘅細讀，一篇一篇嘅聯繫嘅時候咧，我哋會感受到有一個嘅氣氛，就係當詩人一開始嘅時候，從詩篇一開始嘅時候，第一篇、第二篇、第三篇咁樣讀落去咧，你會發覺有一種咧哀傷嘅氣氛開始。但係咧，到詩篇140篇以後，或者咧再130幾篇以後，到150篇嘅結束咧，就會有一個歡呼嘅氣氛。喺當中嘅轉變咧，就係喺第四卷，喺詩篇嘅第四卷裏邊咧，有一個主題叫做耶和華作王，令到咧整個嘅詩篇咧嘅氣氛咧從哀傷轉為歡呼。所以咧，如果我哋用呢一個方法去讀詩篇咧，我哋發覺以耶和華作王呢個主題去明白全150篇嘅詩篇咧，呢個神學嘅中心咧，俾我哋真係有一種靈命嘅塑造，亦都能夠體會咧，當我哋好困難嘅時候，經歷神喺我哋生命作王，我哋就會從哀傷去到歡呼讚美。所以我希望呢本書咧能夠提供一個嘅方法俾大家咧，能夠明白詩篇。如果我哋咁樣嘅理解咧，會唔會對大家從詩篇嘅認識咧，會多一個向度，多一重嘅體會？所以呢本書咧，我希望可以同大家咧一齊探索聖經，一齊了解詩篇，讓我哋嘅生命咧能夠以耶和華作王，能夠讓我哋嘅生命咧係時刻去讚美神嘅。願主咧使用呢本書，亦都成為咧弟兄姊妹嘅祝福。